好好彩，踩下見到彩虹。Hello， 又係我 Wilson。今日係台灣單車環島第6日，由高雄市出發，踩到屏東縣嘅車城，全程91公里。今日係環島最後一次少過100公里路程，所以要養精蓄銳，好好備戰接落嚟幾日要打大佬。點知出師不利，繼上次濟州徒步經遇鬼打牆，今次就俾 Google Map 老點咗去墳頭堆嘅掘頭路，真係大吉利是，有怪莫怪。然後再睇錯導航，上錯高速公路，下個路口成10公里遠，無奈緊急 U-turn， 小朋友切勿模仿。終於望到海啦！踩咗第6日，終於沿海線咗，爽啦！踩咗咁多日山路，終於可以對住沿海路線，值得拎部航拍出嚟記錄慶祝一下。山路定係海線，正如鹹魚白菜各有所好。山路9曲13彎，坡度起伏比較大。海線就相對平坦，不過望得比較耐就又長又沉。如果有得俾我揀，就最好平均咁一半一半，有最佳嘅視覺享受。更好嘅視覺享受就好似今日咁，意外咁樣收穫一條雨前彩虹。點解係雨前？因為彩虹出現之後先落大雨，落狗屎咁樣，搞到成身濕晒，勁狼狽。最後有驚無險完成今日任務。大家請期待聽日打大佬，有天堂路之稱嘅壽卡山。我發現自己自帶吸貓嘅天賦，唔同嘅貓都好中意自來熟咁樣黐過嚟，我就好享受。不過有一樣嘢投訴，就係阻住我剪片。